2026年5月24日，五旬節主日。福音就如父派遣了我也同樣派遣你們。你們領受聖神吧。恭讀聖若望福音20章19節至23節。一周的第一天晚上，門徒所在的地方，因為怕猶太人，門戶都關着。耶穌來了，站在中間，對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說了這話，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。門徒見了主，便喜歡起來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就如父派遣了我也同樣派遣你們。說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噓了一口氣，說：你們領受聖神吧。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得赦免；你們保留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被保留。上主的話。願你們平安，就如父派遣了我也同樣派遣你們。說了這話，就讓他們吁了一口氣，說你們領受聖神吧。你們赦免誰的罪，誰的罪就得赦免；你們保留誰的罪，誰的罪就被保留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耶穌復活後來到害怕的門徒中間，給他們真正的平安，讓他們看到自己十字架的傷痕，確定他真的復活了。然後耶穌像天父派遣他一樣，派遣門徒去傳福音。他把聖神賜給他們，並把赦罪的權柄交給教會，讓人能在教會內經驗天主的寬恕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藉今日的慶典，將天恩聖神傾注於整個寰宇，聖化遍布各國及各民族的普世教會，正如當初聖神推動福音的傳播。現在，求你也把同一恩賜傾注在你信徒心中，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